港長者福利嚟啦！香港嘅長者醫療券咧可以喺珠海同埋中山使用啦。大家冇聽錯啊！而家大灣區嘅9個內地城市咧，包括珠海、中山，一共係19間嘅指定醫院，21個服務點，通通都可以用到香港長者醫療券嚟睇病噶啦。咁長者醫療券係港府推出實實在在嘅福利嚟噶，送俾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去睇醫生，補貼每年2000蚊嘅，咁最多可以累積到係8000蚊嘅，用嚟睇私家門診啦、中醫啦、牙科啦、全身檢查同埋物理治療、營養諮詢等等嘅。咁真正係可以幫到長者慳錢又方便㗎。具體嚟講咧，就有中山嘅中醫院啦、珠海市嘅人民醫院啦、廣州中醫院、深圳港大醫院等等，咁都已經納入咗喺計劃裏邊㗎啦。呢啲醫院嘅話，唔單止係正規嘅公立3甲醫院啊，醫生夠專業，不但止，仲要服務非常之貼心，而且仲配備埋高端嘅醫療設備㗎。舉個例子啦，中山市嘅中醫院咧就有 PET 嘅 CT、3.0T 嘅核磁共振呢啲尖端儀器㗎，仲有特別專業嘅中醫診療服務，而且中大5院呢啲重點醫院就更加係國家級嘅水平啦，設備比較新又比較齊全嘅，檢查結果精準之餘咧，仲比較快速，絕對唔會輸俾香港嘅醫院噶。講到服務方面就更加 OK 啦，除咗常規嘅門診之外咧，中醫、牙科、心血管科、康復科、婦科、眼科、神經科、臨床營養科等等，一張醫療券基本上可以睇實咁多嘅專科噶啦，真正係可以做到慳時又慳力又慳錢啊！而且每間醫院都專門設立咗香港長者專槍㗎，大家入到醫院拎住香港嘅身份證或者豁免登記證明，就有專人去幫大家掛號帶路㗎啦，仲可以喺自助機小程序 APP 預約掛號，真係超級簡單啊，完全都唔使擔心複雜㗎。具體點用呢？首先大家一定要登記咗醫健通，有咗呢個賬戶先可以管理你嘅醫療券㗎。咁第二個就係先預約，跟住經過我哋醫院嘅小程序啦、APP 啦、公眾號，又或者係直接去到現場都冇問題嘅。咁第三個就係掛咗號之後咧，去到醫院報到，記住要同職員講清楚，係要用香港長者醫療券㗎。咁第四個就係睇完醫生之後咧，費用就會即時根據當日嘅匯率換成港幣㗎啦，從醫療券嘅賬戶裏邊直接扣除嘅，亦都會自動發短信通知你用咗幾多，餘額又剩翻幾多，咁唔擔心記數記唔清楚。咁點解我哋嘅香港長者會中意喺內地用醫療券呢？咁原因都好簡單㗎喎。首先就係服務方面啦，佢嘅排期會比較快，費用又會比較親民。打個比喻，嗱，喺香港睇專科醫生一次可能要幾百蚊，仲要排成幾個星期都唔單止嘅時間啊！但係喺內地嘅3甲醫院，幾十蚊就可以睇到高水平嘅專科醫生咯，仲有粵語嘅導醫服務，全程係陪住你去溝通噶，咁唔使擔心話有語言嘅障礙問題啦。另外嘅話，內地嘅醫院規模又比較大嘅，停車位一般都會足夠嘅，而且我哋環境可以講係又新又靚，智能化嘅檢查啦，方便快捷，電子病歷又可以自動存檔，咁就唔需要再拎住大沓嘅病例行嚟行去啦，係咪先？絕對係對香港長者嘅一個福音嚟噶。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，快啲點擊後台 PM 俾我啦，醫療券我會詳細同大家再解答翻嘅。咁我係華女啊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灣區實現輕鬆置業。